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澳洲社區快訊。享負盛名嘅殿堂級粵菜大師曾鏡雄早前到訪澳洲悉尼，出席一場慈善晚宴，並同本地粵菜廚師交流廚藝心得。曾鏡雄師傅出生於香港，早於上世紀80年代已遠赴新加坡發展，其後更曾經為多國元首主理國宴，廚藝備受國際肯定。因為當時我喺新加坡一間酒店做咧，佢經常招待啲國家元首，咁而且嗰邊嘅佢哋新加坡嘅政府咧，好多時總統府請客咧，都叫我過去做。最深一個故事咧，我唔可以講國家元首啦，嗰個係鄧麗君，佢喺新加坡嗰時咧，就成日去我間酒樓食飯嘅，一個禮拜2、3次。我記得佢好靚，同埋咧佢好客氣，食完飯都啦，同阿師傅走啦，多謝你咁。咁啊，每一次佢一埋單，我就走出去同佢拜拜嘅啦，所以呢個就俾我最難忘嘅印象。一向勇於創新嘅雄哥，曾經創作出多款別具特色嘅招牌菜式，但係喺創新與傳統之間，佢始終堅守對粵菜精髓嘅堅持同底線。最緊要你做咩菜都好啦，你做翻本身你做粵菜，你就要明爐明火，有嗰個粵菜嘅火候，做翻佢個烹煎燉扣都做到咗個味道出嚟，傳統不保守，創新不忘舊。傳統嘅嘢唔好保守，跟住個時代演變，時代有嗰啲趨勢走嗰陣時間，不妨去模仿，不妨去學習。創咗新之後，做咗 fusion 做咗成嘅嘢，亦都一樣嘢原味道，唔好忘記。變咗你炒一樣嘢，你係中餐嘅嘢就係中餐嘅嘢。近年嚟，雄哥更積極投身慈善活動，走訪各地，以廚藝回饋社會。而呢份持續付出，亦都源於佢對烹飪嘅一份熱愛同使命感。其實飲食做慈善最好咯，因為民以食為先。咁啊，你話譬如可以搞啲慈善宴，請人整餐菜俾啲人嚟品嚐，然之後揾啲師傅一齊，退咗休嘅師傅又好，現職嘅師傅好，咁一齊去做啲菜，俾到佢哋食，佢又中意，又捐到錢，我哋好開心。至於今次喺悉尼舉行嘅慈善晚宴，雄哥亦親自設計多道精緻菜式，希望為在場嘉賓帶嚟難忘嘅味覺體驗，並為善舉出一分力。請繼續留意我哋澳洲社區快訊嘅報導。